第一堂档，书会被恁领唱啦。啊，昨无困无好势，昨大家昨有困饱无？好，真好真好。咱第一首来吟吼，应该咱大家拢接受的，就是迄听互咱对一会，听互咱，大家来吟咯，听互咱自己做一回，听互咱自己做一回，上帝的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，听互咱自己做一回。你看得到这一句大声字，我主的调对咱开始，大家请看，唱我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自己做一回。好，大家看起来声阁未出来，未困醒的款，所以咱阁唱一摆吼甲迄活泼的声唱出来吼。但是嘛只有意义，就是讲阮教会吼，就是一个大家庭吼因为上帝听，互咱诚做一体。嘛真奇妙，我伫遮爱分享一个，就是讲我感觉足奇妙，我是3工前记者甲我通知讲，我今日要领唱，安尼害我足紧张的，同样毋知安怎结果吼。就想到这首歌啦，这首歌其实真简单，之前赵明哥嘛唱过，就是阮世间人可能讲，就是缘分吼，互咱斗阵，但是伫教会吼，就是上帝听，互咱足奇妙，阮来自吼世界有共的所在，可能是自细汉就伫个教会，嘛有可能是朋友出来教会。阁有是毋知安怎行来这个教会，就足奇妙，就是上帝听互咱伫遮会当来聚会，所以我感觉这首歌真简单，嘛会互咱对早起听起来会当将阮的心拍开，来吟这首歌，咱阁唱一摆。听互咱自己做一回，听互咱自己做。相信大家嘛应该真熟。我毋知大家各位兄弟姊妹是带着啥物心情来到教会听哩，来做礼拜。我会记得我捌看过一篇文章，是讲咱大概做礼拜吼，拢是爱带着一个足气派
的心啊来调记住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今仔日有带着一个足幸福的心来到遮吗？我嘛不茫讲，阮大家拢是逐礼拜拢是有一个即款的心，伫万心来到即个圣殿，啊，毋是亲像敢做例行公事的款来到教会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信息的第100册颂。